迄个从你要讨论的这点呢，所以该今日去提出来提，所以今仔日呢，伊嘛里头较少，佮加上呢，今天透早搁一直落雨，所以出席恁工作好。但是呢，咱大家当我要出来参与这个案子，可见咱注意拢非常清晰，就是科家，咱这个新学的这路路上呢，知影修的这条路，确实咱人生上重要的这个上重要的，人生毕竟是短暂啦，这个五祖风景大师讲一句话讲，世人生死事来，念念相应知方便，不求出人生死苦海，自行用。福而可行，咱时常要读看经，即句嘛讲，回到文化来做啊，但是咱敢有真正体会到？咱世间人每日所追求是啥？安宁。咱是安尼，对少年变啊老，个咧，咱主持人讲，咱有够开就好。但这有够开吼，做歹下了这个论文啊，而且每一个人的这个，咱只要是依照，咱讲依照上路，这个，但是咱一般的人呢，当然会符合，唔知来开启咱的智慧，因为福，这个福报呢，就是在世个享用啦。是安尼，但这个慧呢，需要咱超生去发挥。咱个世间，咱有感觉迄个时间咧过足紧，其实我现在咧做兵诶，万两经30、40单咧，然后咧读册来讲吼，迄个老师咧讲一眨眼就3年，但是我感觉一眨眼就10年。这世间做啥？唯一就是为了这个家庭，为了迄个子女，而且过得好，而且拍，敢是安尼？迄个有够迄个情况，法师咧讲伊就是咧修行，伊迄60岁进前咧，拢咧修福，因为咱无修福嘛袂使，敢是安尼？但是60岁以后呢，爱开始修。伊60岁之前是打点后天的时间，所以咱的政府进前定这个60岁年纪退休的，但即摆呢已经有改了。你讲你60岁之前，拢爱打点咱后天的时间，累积了这个福报。但是呢，到60岁以后呢，还是咱为了后半世人呢，咱要走这条路呢来踏。因为咱拢知影，咱已经来经历了这条飞天之路，这个是先在咱同的机会。过去呢，变这道是先修一个经，先修到3000公元。800多万，也无一定有倒人面呢。但即马好无容易，去互伊得着啦。但是呢，咱是修的过程，敢有提升？咱敢有把握我已经功过多满，我放下之外，我做足多啊，那咧真很容易，因为毕竟我是属地体会啊。咱现出是咧修道呢，我感觉是修富贵道，所以咱咧探求呢比较较济。我是用来体会到，那是上过去，伫第一期青阳期、红阳期的是咧修，第一期青山古道咧修，第二期就是咧修，伊咧就是在静养平静。过去咧修学者呢，爱下金刚山水业，到青山古道，
还是就是去苦受苦了，而且呢，爱先修以后，爱修到3000公，哇，800多万，也无一定有得的。所以就你着做呢，非常即个非常的注意。但是咱即摆地方个修道呢，就是大普度，道生活一定是咱呢正慢慢的修持。所以方式无共，所以过去前中咧金钱呢，非常的容易，我感觉啊。但咱现此时呢，咧修持修富贵道，咱即时呢，大家思望共享，为咱个无迄个工课需要，咱即个福报呢，要顾咱即个家庭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伊即个假日，还是按时啊，等他出来研究道理，来开启咱的智慧。这是咱社会者时常喺讲个福缘相修，但是呢，是安尼讲，咱即个较歹修呢，因为咱伫即个在咱日常生活之中，在咱日常生活，咱家庭生活会可能多些。安怎讲可能多些呢？因为每一个人对着一件事的即个看法，拢袂当相像。当袂当相像的当中呢，为着你、为着命的当中，咱虽然讲咧修行，但是咱的即个前道是关联的。尤其呢，修行学到愈久的，凡是呢，即个精明关键心理跟他办。那修到真难以来时，感觉讲这个做好。但是安怎修到尾啊？咱这修会起呢，因为咱控制心无效果。尤其呢，即位哪管呢，见到是哪有。所以伫修的当中，这是要人体会。咱哪以来是安怎咱事实来讲，咱若互我先保持会了心朋友，因为咱哪以来互我先无迄个感觉讲修行得足好个，但是修的不是安尼呢。咱修的久了，咱大脑会咱会认讲迄对迄毋对。所以修学到迄个共识足重要。大家若迄个共识，咱咧修学到翻译有力量，咱就步步来方便。但是呢，咱大家若是迄个面疑心搁强、搁铁的心，就产生了这情况。因为尤其每一个人对事的看法都不尽相同，都袂当相像，所以咱就爱去沟通。对个代志的时呢，咱爱研究，研究一条大家拢有法度去进步的这个方案，这样个目标进步。毋讲迄个卡死后的，尤其呢，伫修的当中，真正很修，咱若要时时反反复照，时时宣传，咧修做业力，咧讲做业力啦，拄着见到，咱就有业有还起来，就讲咱就是讲当见后时，咱咧破了这个污点。因为咱这污点是大半年来做来就坚持要改变这个污点啦，咱起来呢？咱半年来大来这业绩一点点下降，有时咱讲要改，伊迄个见到，这个咱有问题。咱无想过去讲做伫迄个第青龙年代当然有修行的方面呢，是爱下去干3点，是要是因前道，你要从这先苦大拢布施出去，这是来刻画的。安尼你谈求心肝会去，绝对袂去。但咱即摆无共，修富贵道，咱咧谈求哪会哪济？所以所以讲，我当讲咱这边较安心，因为咱这边尤其
咱即个是一世修一世修。咱若无比过去较用功，咱讲咱饱以后，咱会当然咧国家乡嘛，还真大重要。我就是讲吼，我伫修的当中，咱都无办，尤其迄个敬道吼，有平衡在。所以我对囡仔去上班，即场上吼，讲在想，是安那迄个敬道，咱就有平衡在。因为处理一件代志呢，每一个人方式。记得互我打去迄个公车上班时，当讲互我是好好先生，因为互我打语打讲袂晓，当家做啥就做啥，对咯，因为咱爱尽咱的这份工作，当呢做一个物料，先去做主管了，咱对互的观点就好大。因为咱就是讲吼，咱伫职场上，咱会来对头家负责，但是每一个人的心态是当收下来，所以当迄个敬老呢，我嘛时常咧参会就对啦，是安那互我迄个观念才会记，因为咱就是工会上要尽责，但是为人伊就是认为无同，所以是安那人的前端，你若讲无遐管，公司就免经营啊，起来。所以这是每一个人听伊点无同，所以拄着个代志，嘛袂当相信，想法无同，所以环境有关系。所以当迄个敬道，咱对咱中华人可能袂地位，咱有时时反观主教，有时时宣传政府之间这三色模式为因毛不中，有朋友讲不是咯，有时。咱每日，若像有逐个人，伊咧走诶。